台独教父裴明敏伫咧2022年过身，裴明敏文教基金会就伫咧228国家纪念馆举办特典，希望透过裴明敏的自救宣言，让台湾人了解民主的重要和珍贵。这个纸顶悬拢是印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，这是1964年伫台大政治系做教授的裴明敏甲伊2位学生斗阵为着反抗威权发起的运动，当时因为风声走漏，因互国民党政府掠去关。也若这份宣言会当讲是台湾独立运动史上真重要的一份文件。裴明敏嘛，互人号做台独教父。伊伫2022年过身，为着纪念伊102岁免期，裴明敏基金会嘛伫228国家纪念馆办展览。彭教授对台湾人的启发，不只是他的勇气。他说，台湾跟中国是2个国家是铁一般的事实，更重要的是他对下一代的期待。展览有10个单元，呈现裴明敏生命史。主办单位表示，裴明敏的一生嘛记录台湾的民主过程，因为伊行过日本时代戒严、民主转型3个文化世代。彭明敏教授就是这民主灯塔当中最亮、最闪亮的那一道光，它照亮了台湾永恒的民主之火，也让台湾人民为了自己、为了国家、为了未来、为了下一代站出来。这真正是不简单。总统府副秘书长嘛代表总统热情地来致意。基金会表示，希望透过展览鼓励台湾人延续裴明敏的精神，继续为台湾的未来打拼。记者陈心彤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